电视台粤女争锋含苞待放。31号选手黄柔桑、郭倩云将直接晋级决赛。我们再次伸出热情的双手，向新世纪的10小姐妹表示衷心的祝贺，祝福她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沐浴着时代春风，伴随着发展脚步，上海戏剧舞台姹紫嫣红的景象。刚才呢，我们播放的这段视频啊，相信一定勾起了您很多的回忆。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大舞台的主角们也已经闪亮登场了，就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粤女们。我们一个一个的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好的，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影派小生王青。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阳。我是上海粤剧院的京派花旦史艳斌。我是上海粤剧院影派小生郭倩云。我是上海粤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是上海粤剧院范派小生王柔桑。我是上海粤剧院。国文学编辑室。院的王派花旦辛雅琴。我是上海粤剧院老旦演员朱阳。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原派花旦于锦兰。欢迎各位粤女们的到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粤女争锋。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于2006年夏天拉开第1季比赛的大幕。大赛在上海、浙江、江苏、福建4省。电视台粤女争锋含苞待放。31号选手黄柔桑、郭倩云将直接晋级决赛。我们再次伸出热情的双手，向新世纪的10小姐妹表示衷心的祝贺，祝福她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戏剧大舞台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我们将在节目当中共同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沐浴着时代春风，伴随着发展脚步，上海戏剧舞台姹紫嫣红的景象。刚才呢，我们播放的这段视频啊，相信一定勾起了您很多的回忆。与此同时呢，我们今天大舞台的主角们也已经闪亮登场了，就是来自上海粤剧院的粤女们。我们一个一个的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打声招呼，好不好？来，我们从这边开始。好的，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徐派小生杨婷娜。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影派小生王青。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副派花旦盛舒阳。我是上海粤剧院的京派花旦史艳斌。我是上海粤剧院影派小生郭倩云。我是上海粤剧院的王派花旦李旭丹。我是上海粤剧院范派小生王柔桑。我是上海粤剧院的京派花旦樊婷婷。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副派花旦裘丹丽。我是上海粤剧院的王派花旦辛雅琴。我是上海粤剧院老旦演员朱阳。我是上海粤剧院的原派花旦于锦兰。欢迎各位粤女们的到来啊！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就是粤女争锋。粤女争锋粤剧青年演员电视挑战赛于2006年夏天拉开第1季比赛的大幕。大赛在上海、浙江、江苏、福建4省市同步举行。
通过紧张激烈的比赛，诞生越剧新十姐妹。此后，先后举办越女争锋第2季、第3季比赛。通过电视和网络的传播力量，一批优秀越剧演员在大赛中脱颖而出，成为今日越剧舞台的中坚力量。这段视频一放啊，大家肯定就很多回忆在心头，很感触，对不对？我想问一下啊，我们这儿参加过第1届越女争锋的，我们举举手。啊，除了冰冰啊，杨洋也没有参加过第1届啊。好，那个辛雅琴也没有参加过，基本上80%都参加了。那么参加过2届的，就是连续2届都参加的，啊。也不少啊，基本上一半是吧？那么3届全部参加的有没有？哎呦，只有谁啊？三朝元老只有2个啊，而且还是年龄很小的是吧？这个我们要说，先说那个郭倩云吧。郭倩云是不是第1届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对，当时我还是在校学生。就是省艺校的学生，在校学生也可以参加吗？对，就是我当时参加的年龄是14周岁。就是上海观众的第一印象就是有一个年龄最小的许仙。第2届的时候就已经是进入上海越剧院了，已经是正式演员。对。然后这个第3届的时候，姐姐们都不参加了，你为什么还参加了？就是我觉得越战越勇，就是不在乎那个结果，就是注重的是过程。3次比赛了，那更是凝聚了老师很多的心血了，是吧？是，就是我参加第3届的时候，由机缘巧合是要感谢钱慧丽老师，她带我去拜访了尹小芳老师，然后她就教授了我一段，第1段是沙漠王子算命，然后第2段就是我那时候比赛唱的张宇竹海中的一段闯海的唱段。当时就是去接触小芳老师的时候，小芳老师非常的和蔼可亲，但是她在教戏的时候又是非常的认真。我的一个出场、一个转身、一个抬脚，她都可以给我抠好几遍。就是这是我从学校以来从来没有过这么认真、这么严苛的一个教学。但是小芳老师又是非常的慈祥，就是我们平常也会互相交流，比如说她会讲她以前学习的时候的一些经验。我也非常喜欢小芳老师塑造的这个张宇的这个形象，然后我还怎么说呢？就是我找了一个朋友帮他塑了一个那种人偶的雕像，就是一个张宇竹海的这么一个人物形象。然后感谢老师。对，就是以他的这个剧照量身定做的一个形象，我送给他这样子。但是对于老师来说，肯定是以你的这个在舞台上的表现是对他最好的一种回报。对啊，那今天是不是也把张宇竹海献给大家？对的。好，来看一下。小姐她怎么还不来呀？我侧等到云啊映，时而亮灭了黑看来临，好容易看得月小比，为什么不问青龙
起，他呀我月圆再见起，他曾认定你言真情，他一些别破兰亭，莫非他曾可有心还生意？莫非他言话有意，把心结？对，一定是的，一定是的。张宇呀，张宇，你当真的好傻眼。多年来，我孤峰野我飘四方，空谷一问有兰香，独自为知音未得情难通，因世上我年过十关，非将亡。我以为风流韵事非故意，岂曾想一话奇缘从天降。现实里直到腥风之影，做事长今实里，我定要当面分端账，绝不再做傻秀才。等他到来，我要用一用相思风去那我想，对于大家来说，这个3次的这个粤女争锋，对你们都是一个很难得的磨练，不可能复制了人生这段经历，对吧？我想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还是酸甜苦辣五味杂陈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选了一些关键词给大家，大家觉得哎，这个词特别能够记录我当时的这种心情心境的，我们就把这个背后的故事来和大家分享，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好，学习啊。这个谁要来认领一下，来说一说自己感受？这个我来讲一下吧。婷娜，其实粤女争锋前面我们粤剧院也有比赛，但是呢都是我们上海地区自己的，那么全国性的呢是第一次。对，从80年代老师结束以后到我们这一辈有多少年了？其实对我们青年演员来说，其实我们是很期待有这么一次比赛的，那么有了这么一次比赛之后呢，我觉得自己压力是很大的。当时其实可能在我们粤剧院觉得自己还行，唱的还可以，但是跟全国各地的选手放在一起 PK 的话，我觉得还是有难度的，有压力的。当时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就是说我是上海粤剧的演员，我要为我们上海粤剧院争光。这真的是有，我觉得在座的有没有？肯定有。但是真的通过这粤女争锋，我其实对我们青年演员来说是一个积累，然后也是对于就是观众来说，其实也是通过粤女争锋，尽快的就认识了我们这一批青年演员。没有这样的平台的话，我觉得他们还不会这么快的认识我们。我蛮感谢粤女争锋这个舞台的。对，是一次非常好的学习、历练的一个机会啊。好，这个关键词讲得好，很正能量，一开始上来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关键词。哎，遗憾啊，这谁有遗憾呢？遗憾大概是我最遗憾了，就是而且有点哇塞，咋还你搞哇塞是吧？是因为初赛我就光荣牺牲了，因为当时参赛的剧目是归宁嘛，那么当时
彩凤老师也非常的关心我，对，当时在台底下一直来帮我排练啊什么的。然后当时呢，因为在台下排练的时候，时间掐的应该是刚刚好。应该是规定是多少时间？你还有印象吗？当时没有印象了，12分钟，12分钟，12分钟。但是我记得是台底下掐的刚刚好。结果那天比赛的时候呢，因为演员到了台上，情绪会饱满，然后一饱满了以后戏就长了，对，戏就长出来了。评委说你超时了，然后就分数就当时是扣了大概2分吧。那你说对于比赛来说，扣个0.1分、0.2分都不能相差的，2分一扣，基本上10分啊，对，等于是基本上就直接淘汰了。对。你当时这种，我想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我当时没有哭，我在舞台上很坚强，我还说了一段，结束以后我还说了一段话。我好像说了，只要观众满意，我就没有什么遗憾的。真的是这么说的。当时观众啊、评委啊都给予我很大的鼓励。但是呢，下去以后就看到我老师的一刹那，哎呦，忍不住了，就好委屈，就觉得哇就哭了。你看到老师对面他走过来的时候，他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还记得？老师当时心疼嘛？对他什么也没说。然后之后呢，就每天打电话给我，每天一早打电话给我，你怎么样？怕你心情不好，你情绪好点了吗？我说没事，过去了就好了。但是第2届我们又回来了嘛，不是？对，第2届是这样的，原本呢不想参加了，因为当时也刚刚孩子双胞胎刚刚生好，在哺乳期，我不想参加。结果也是彩凤老师鼓励我。他说，这比赛全国的比赛也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从哪儿？然后他说你从哪里跌倒，你就从哪里爬起来给我。必须要有这个精神。好的，初赛的剧目还是归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太好了，哎呀，太好了！这个虽然是遗憾，但是背后是很励志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关键词。好，压力啊，这个谁来认领一下？这个我来说一下。王青为什么一下子就把这2个字抢过去了？没有，因为当时我记得我们第1届的时候是06年，但是在03年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是东方戏剧之星了。是，办了个人的专场。其实当时对于我们这批同学来说，其实是压力很大很大，因为首先我们已经上海举办过2次比赛，然后我又是当时院里也非常非常培养我们，有这样一个东方戏剧之星的机会，然后就推我们这些青年演员，而且我觉得不是光自己，就觉得要为我们粤剧院争光。对不起，我们院团，对吧？对，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是个人，就是集体的荣誉嘛，集体荣誉，就觉得绝对是不能丢脸的。对，所以这个压力也换成了这个动力。所以当然到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那个时候那届上海市我们是5个金奖啊，所以也是非常乐团争光的，很开心。所以看到了所有我们这些同学的这个付出的努力，也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这个机遇，能够不管你之前有多大的光芒，但是这样的比赛当中，人人都是从零出发，从零开始迎接挑战，这也是这个比赛当中非常可贵的一点。所以这些年来，从06年到18年、12年当中，其实你们也在不断的迎接挑战，不断的推出一些新的作品。比如说，是今年吗？王青和这个辛雅琴就有一个作品是带到了国外去演出，是吧？在声源啊，介绍一下好不好，2位？在声源是我去年参加国际艺术节扶持青年艺术家的项目的一个比赛。我当时觉得找一个观众熟悉一点的戏，那么做一个比较大胆新的一个尝试，所以当时是做了一个环境粤剧的一个概念，就打破了我们常规的一个镜框式舞台。那么在观众其实也在这个环境里面一起，对，融入到观众和演员是融入到一起的，所以说对观众来说，他觉得很新颖，视觉的冲击力很强。那说到这儿，观众估计也是非常想要这个一睹这出戏的风采啊，毕竟大部分人没有看过。那么今天在现场能不能小演一段，好不好？献给大家，在声源。你是女子
看声源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个关键词，交流啊，交流。刚才说学习，这边是交流啊，谁来说一说？你们对这2个字比较敏感的，还是我来还是你说吧。因为粤女争锋3届嘛，我是参加了第2届。那第2届它跟赛制不一样了。赛制不一样，它除了一个个人展示之外，它还有一个龙凤配。但是当时这个龙凤配是我们决定的，评委会决定的还是抽签的呢？我们是自由搭档。自由搭档。对，我们是自由搭档。但是问题是那一届我们自己本院没有一个徐派小生参加的。对，因为缇娜姐和那个我们同班同学李露燕，他们是第1届嘛，所以第2届他们没有参加。所以当时其实我也挺感谢上行的，就是当时是他说哎雅琴，要不我们组成一个搭档吧。主动。对，他是主动来跟我说的。那问题就出来了，因为浙江学的戏和我们上海学的戏完全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从来虽然说之前有集训有接触过，但是搭档这个东西，这个默契这个东西是练出来的，其实是很难的，不是说今天配一次，明天配一次就可以了。所以为了更好的完成比赛，当时我是把上行接到了家里。住到家里去，对，同吃同住，这样子就培养默契，生活中可以培养默契，然后还可以讨论我们到底要选怎么样子的一个作品去比赛。他住在你家里住了多久啊？住了比赛多久就多久是吧？对，是整个赛跟比赛过程整个赛住在一起。对，都住在我家里。真的是。好，我们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关键词，竞争。这个同台竞争非常的激烈啊！这个有没有人来说说这个背后的故事？洋洋来，洋洋说，我是参加第3届粤女争锋，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次 PK 是我和郭倩云抽到了，就是2PK，然后就是第3届粤女争锋上海粤剧院就是参加的选手其实是不多的，那么对于上海粤剧院来说，就是2个人凑到了一起，就是很心痛，任何一个人下去都是很损失的，就是对粤剧院来说，对。然后我们俩在宾馆还就是因为我们还是同一个房间嘛，就2人还挺互相鼓励的，没关系，你无论谁上都问题不大，但是要把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发挥出来就可以。台上是对手，但是完全但是没有想到台底下你们俩感情是特别好，对，是不是上海粤剧院最好的就是你们俩？我们是从学校开始的，对，我们从同学，我们又是闺蜜，又是同学，又是单位的同事，对。哎呦，这个也是一段佳话啊！是的。好，这个还有没有人说那个竞争的？我第一次我记得超时了。最后一个环节是跟舒阳，好像还有一次机会是跟舒阳，就是观众投票器的那个环节，对吧？我记得当时好像我们俩的票数几乎很接近，然后我大概就差了这么几票，然后最后是舒阳晋级了。我们当时在一场比赛，婷婷是准备的情绪一激动就超时了，我呢是。楼台会记得草桥2节半，第一个出场但是我当时想我要表现一下自己的这个唱功，但是我十分没有经验的让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表演这一段，其实应该是有搭档，有梁山伯在场，2个人情感有互动，一定会更加饱满。但是整个唱段其实又只有5-6分钟，但是离12分钟我就放弃了一半的时间，这个在比赛来说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我就没有经验，糊里糊涂的，导致其实分数也不高。其实我觉得从我整个比赛来说，其实是集体荣誉感，不管是谁上，是为粤剧院争光。是的，不管谁好，都是我们粤剧的好。是。有时，节制与付出一样，都是一种责任。有时，关爱不仅是陪伴，也是一份守护。有时，别人都在乎你飞得高不高，但总有人关心你落得稳不稳。有时，冷暖不是温度来衡量，而是你的态度。会生活，会用电。不好意思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到人气店拔草。
去无人书店尝鲜。购物要尽兴，更要无忧。购物不仅是买买买，更是一起感受心跳。前所未有的购物体验，您的快递到了。分享更多精彩。上海购物，有你有我。2018金玉兰第6届上海国际木偶艺术节，11月1日到6日，9个国家15部剧目，30场演出，精彩荟萃，高潮迭起。订票热线：0216-334-5200，6334-5200，带上孩子，与我们共享木偶盛宴。不要只洗发，要练出秀发能量。潘婷10年革新秀发能量水 ，PRV 精纯配方，含3大秀发营养，能量满满，丝丝强韧，全新潘婷。医生为疾病所累，他只能甘心做纸的囚徒。四边都是书，当中是个我，那么就纸的囚徒。没有学历，但他却意外与巴金结下不解之缘。这个人怎么好进出版社呢？这个初中程度啊！从无到有，他如何用英语画拟中国古典之美？你要一遍一遍地想，为什么这个写的这么美？本期可翻请听，带您走进英语翻译家吴君豪。粤女争锋虽然只是一次比赛，但也无形中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有些人得到了成长，有些人经历了挫折，有些人收获了爱情。回首走过的路，毫无疑问，对那些年参加过比赛的选手们来说，这段经历成为了不可复刻的宝贵财富。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词，是挑战。那我来说吧。我就是第1届粤女争锋的时候，06年嘛，那个时候真的是刚刚生完宝宝。然后我记得我儿子是5月份出生的，然后我们的初赛是7月份，才2个月嘛。对，但是说2个月，但是你其实提前1个月你要开始练功了，你要开始跑圆场，你要开始练腿。然后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是当时我在复赛的时候，我比的是一个物具断桥，就是郭倩云那个就物具断桥。然后我一边在压腿，我一边在流泪。然后我给我那个爱人打电话，我说老公，我不参加了，我要退出了。我觉得实在太辛苦了，就是刚刚生完之后，等于骨骼重新再收啊什么，你一边压腿一边就回笼，然后第2天再去压就很辛苦，肌肉嘛也紧张不起来，因为全都松散了嘛。然后就觉得非常辛苦，然后就是气呀，它是不通的，就感觉是上下脱节的，非常非常累。所以有一度就想打退堂鼓的。然后家里面人也是我父母，然后我爱人很支持我，就说开工没有回头箭，你既然你参加了，那你必须要就是把你自己的风度比出来，哪怕你最后不一定能够进决赛，但是你必须要坚持到这个点上。所以就第1届最后还是坚持下来。第2届又是什么挑战？第2届呢，我们当时09年嘛，当时我们剧院有一个深度打造，我自己戏也很多，当时疲劳过度嘛，声带出血，然后我的父亲是癌症晚期，在我粤女争锋结束之后，我的父亲就过世了。我想我父亲还是非常欣慰的，非常欣慰的，因为他非常支持我唱戏，非常支持我做任何事情。哪怕我在就比赛的时候，他呢就之前备战，他又会告诉我你可以演哪些戏，就知女莫若父嘛，建议。对，然后他在最后就临终之前，在那个病榻上，他还给我写信。真的是非常非常支持我的事业，所以我觉得不可以轻言放弃。因为这也是告慰父亲。所以最后这个粤女争锋，你得到了一个第2届是得到了一个对，和舒阳那个龙凤配，我们2个也是金奖，也是金奖，这是对父亲最好的告慰啊！对，这就是挑战的故事，说的我们很感动啊。接下来呢，我们这个关键词我们再来看一下，甜蜜啊，这里有人抢吗？没有人要抢，大家就是留给那个裘丹丽的。好像这个比赛来说，好像甜蜜这个词好像跟你最有关系。跟我来说，我觉得改变了我的人生的
轨迹是挺改变，就是认识了我先生。而且那个我也算见证人嘛，我也算一半的介绍人。你们都在啊，就是百姓戏台对吗？当时我们是介绍一下，那个时候比赛已经结束了，没有，还没有决赛，还没有决赛的时候。我这样看下来，我觉得最有冠军相的，也是最和我有夫妻相的是裘丹丽。什么意思？我们在那个之前没有见过面，这属于一见钟情，就是在台上是他看到我的第一眼，我记得他就说：“哎呦，这个小姑娘哪能长了嘎好看？”都已经按耐不住了啊！就我当时觉得就是一个节目嘛，而且我会觉得，为什么我在表演的时候你要在旁边捣乱？我是没有想到，就是说这样一次通过《粤女争锋》嘛，收获这么一段，会有一个这个机缘认识，然后到后面会发展成，就是生活上的伴侣。因为潘前卫他就是一个在舞台上很滑稽，但是在生活当中很认真的人，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能够追到你。对不对？走到一起。其实我觉得就是《粤女争锋》跟百戏戏台是我们的媒人嘛。哎呀，太好了！我怎么那个叫什么在地方没见到啊？我给你补上。但是高兴的是，这个爱情的结晶今天也来到了我们的这个演播室，是吧？对对对，我女儿也来了。来把我们的小公主请到台上来，好不好？哎，小番茄，让我们看一看。这今年几岁啦？6岁。6岁了，你叫什么名字呀？潘玉琴。哦，哎呦，好好听！你小名叫什么呀？小番茄。你那个小时候粤剧就一直听爸爸妈妈在唱，对不对？喜欢粤剧吗？喜欢。喜欢啊啊！你现在学的是什么？花旦还是小生呀？都喜欢。哦，都行，他都学了。就是第一次学的时候是在3岁的时候学，就教他。我家有个小九妹。后来还跟那个李旭丹，我们还在就是生活中还配了一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也都是就是在学习和唱吧。哎呀，就从小就听着这个粤剧的旋律长大的。家里面就是我有空的时候嘛教粤剧，他爸爸有空的时候教滑稽。你除了粤剧还会唱其他的吗？唱歌还是唱什么沪剧啊？我喜欢唱歌。喜欢唱歌哦，太好了。那你是一个人唱还是和妈妈一起唱一首歌给我们听？我要跟妈妈一起唱《妈妈宝贝》。哦，妈妈宝贝啊，好。青的草地，蓝蓝天，多美丽的世界。大手拉小手带我走，我是妈妈的宝贝。我一天天长大，你一天天老，世界也变得更辽阔。从今往后，让我请你带你走，换你当我的宝贝。
佳节式，3D 炫白微米炭超细。粤语中，我记得我们那一届等于是从初赛开始都是有电视直播或者转播的嘛，我觉得影响是特别大的。如果没有粤语争锋，我相信我们这一批，就是我们这一代这一批没有出来的那么快。粤语争锋一比赛比完了，我有一次打的做的士，那个司机说：“哎，你是不是粤语争锋里面那个叫吴群那个演员？”哎，我说是的，是的。因为以前不可能这样，因为戏曲毕竟它的受众群是有限的，所以呢，真的是很感谢粤语争锋，也希望就是说，央视啊，我们上海电台啊，多举办几届运动，不要让它停歇下来。希望就是把我们的青年演员们也推出来，这样呢，戏曲会更繁荣。希望更多的人，更多的观众，通过电视喜欢我们的演员，喜欢我们的剧种。然后走进我们的剧场来观看我们演出。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关键词，意外啊，在比赛当中呢，肯定有很多的意外啊。这个谁来认领一下？来说说。这个2个词呢，被那个兰兰抢走了啊。对，兰兰当时出了什么意外啊？因为粤女争锋对我来说，其实是改变了我的，可以说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我当时04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就进上海粤剧院工作，但是呢，因为自己性格啊，然后一些生活习惯，觉得在剧团里边生活就是觉得不是特别的规律，所以有想到过放弃剧团生活，就是想去在北京或者国戏啊深造读书之类的。那正好当时有粤女争锋这个比赛，在学校读书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原派，喜欢方雅芬老师，所以呢，我想这个最后一次展示的机会，所以就想圆自己一个梦，所以呢就把原来学校里学的一折折子戏批官改成了原派，请陈军老师帮忙。他是这里我也非常的感谢陈军老师，是他无偿的帮我改编了那个唱腔的曲子。哎，那巧的是，当年好像那个李旭丹选的也是这个批官，而且我们在一前一后，对，谁在前，你是在前面唱，然后那个兰兰在后边唱，对，就连着的2个批官。我是等于说是在上海赛区的初赛45位选手，我是45号，最后一位。其实单单在前面批官嘛，因为各方面的批官这一折戏展示的比较综合性，所以得了一个最高分。然后他们都会觉得我在最后又是跟他一样的曲目，他唱完大家觉得比赛结束了，已经最高分也出来了，是吧？然后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考虑这一些，我只要很完整的去展示，就是这一折，对就可以了。结果你唱完了以后怎么样？结果得了出现了什么意外？全场第2名吧。哇，就连续2个批官都得到了全场的第1名和第2名。对。其实对我来说，收获最大的就是因为这样粤女争锋的这一次的比赛，然后认识了方雅芬老师。这个之后就一直跟着方老师学原派，所以这是圆了我最大的一个梦。也认了偶像做老师了，对，然后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对，非常的幸运幸福，从此就留下了。对。所以这个一场比赛留住了一个人才啊，这个太好了。通过这次比赛，有些选手也结识了自己的恩师。戏曲艺术就是这样一代一代的传承和发展着。比赛是挑战，结识老师便是他们的机遇。我们还有最后一个关键词啊，我觉得这个关键词属于每一个人，就是感恩。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在是得到了老师们、前辈们太多的帮助了所以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份感恩。我们谁来说一说好不好？我来说一下吧。李旭丹也是因为这场比赛跟王老师结缘了，是吧？对，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太大。那时候我还在南京，后来呢是南京的老师把我介绍给王文娟老师。那时候去他家里，第1次呢，他就让我唱给他听；第2次他说你隔1个礼拜我们到粤剧院，他说你把身段走给我看。
当天我记得下了大暴雨，我从南京过来以后，我想今天可能是不会去单位，这样子练身段了。没想到老师已经候好拿着一把雨伞，我一开门他说走吧，然后我们居然那时候叫不到车，然后老师是跟我是坐着公车去越剧院排练的。当时我记得那个公车的它还有个大水塘嘛，老师就一个箭步跳上去，就是当时就颠覆了我对这个艺术家的印象。我觉得王文娟老师应该是很高高在上的，然后应该是不会，没想到他这么的可能出门都要接送、对对对，应该是那种保镖，应该有一群这样。然后没想到老师这么的认真，什么都挡不住他。对，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大批官嘛，其实那出戏是我自己根据碟片学的。我在戏校的时候，由于就是这个形象的什么都是学的一些文弱小姐的，但我一直很喜欢武功。其实我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学了这么多武功都浪费了。后来老师他就帮我全程辅导这出戏，就是因为这轮比赛改变了我日后的发展、日后的轨迹。后来第2届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上海越剧院的一名演员了。那第1届你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成绩，真的王老师很大的功劳。对，感谢老师，而且感谢平台。对。不好意思啊，我们为您升级到了头等舱。幸好你选了海飞丝，远离头屑、头油、头痒烦恼。好巧！随时开秀，海飞丝。热烈祝贺3D 全景声京剧电影《曹操杨修》首映，祝贺尚先生。这部电影不仅保留着京剧的美的唱腔、美的念白、美的做派，同时还用全新的视听效果，让观众能够有一个新的观赏感觉。戏曲是传递正能量的一种方式，有感染力。我们坚持我学习的梦想，东方卫视喝彩荣华。戏曲它很充分的可以表达出来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我觉得很有激情。通过戏曲，我认识了非常多的朋友。东方卫视喝彩中华。史彦斌呢是京派发展啊，你是参加了第2届。我是第2届和第3届第3届2届啊。对，但是对我印象最深的可能是第2届，初赛是盘夫索夫的一折刺绣，还有一折是杨贵妃在杭州比赛的复赛。当时其实参选这个剧目的时候，是我和老师一起商量。我说，其实一些传统的剧目对于我们演员来说，可能大家见的比较多。我也想突破一下自己。当时老师也觉得，我当时参加第2届才只有17岁。演杨贵妃、马嵬坡自缢的话，确实难度非常大。要体会这个人物的话，按当时那个年纪，应该是很难体会的。但是我觉得能够参加这样的一个比赛，在这样的平台上面能够学一出新戏，展示一下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当时我在学校其实本宫是副排，到了上海之后，跟随了金老师。之后我才改学的京派，所以所有的启蒙的京派的戏基本上都是金老师就是一字一腔教给我的。那当时参加第3届粤女争锋，我也是想能够给老师一个答卷吧，也是给我自己给老师做一个小的汇报。那么我们现场是不是也通过一个选段来检验一下史彦斌这几年的进步，好不好？那我就给大家带一段我们最传统的“珠光人好比天上月”。好。我本是身
于每一位乐女来说啊，乐女争锋都是一次难忘的经历，12年来记载了她们的成才、成熟和成功。那么下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和大家分享乐女争锋背后的故事。